对去年全国运动会、甲今年亚洲分龄赛以及全中运等，台南市游泳的项目得奖数会用讲是30年来上好的成绩。但去年的全运会伫个台南来举办，游泳选手却无感受到主场的优势，互基站来怨叹。台南是6都唯一无标准游泳池的城市。选手很重要，台南是长期提倡什么都要永续啊。我游泳选手无所在通练，逐工都拢爱摕公文，被学校互踢皮球，不要让我们练或者什么难题一大堆，就连要去比赛成绩，都跟那个游泳池的环境都有关系，水深也不够，水道也不对，跳水台也不标准。我们是直辖市，真的这样子很奇怪，也很难看啊。最大的在于缺乏临门一脚，也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突破成绩，没有一个标准的游泳池，也是一个原因啦。那以今年全中运为例啊，因为我几天都待在现场，那么我们的选手输在起跑点，鸣枪起跑我们就输人家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练习跳水，因为我们的深度不够。那输在起跑点，但是我们难能可贵，还得到了金牌。对此，台南市议会伫个议员蔡小伟号召，议员无分党派，共同召开记者会，要求体育局爱尽速盘点会当用的土地，极力来争取符合国际赛事的标准游泳池。我知道你们有提4、5个地点啦，哈，不管是在安南区还是在归仁，然后相关的，甚至是在安平区也有相关的啦，哈，最起码要一个期程出来，偌久会当评估出来，有啥物土地会当用？还有计划案什么时候可以提出来？现在6月，你得当呗，半当的时间。我看这个评估算出来吼，这个部分吼，可能就是迄个年底进前拢要出来啦。因为你即马若无所土地，你去中央申请经费还无可能啦。所以这部分先甲评估算出来，然后呢，若要变更，你就要可能等一等，但是咱变更会当同时进行，同时进行申请。当初你们这5个口袋名单一定有你们的评估，原来就有一些评估了，你才会去找这些名单出来嘛。那你口袋名单拿出来之后，你要去做的是什么？优劣势的评估嘛。针对体育局目前盘点的5个所在，因为搁咧评估，议员要求伫个1个月内将评估的报告送议会委员会。至于兴建国际游泳池，经费预估爱15亿。嘛，请体育局爱来向中央争取。台南新闻联跟采访报道。